行政院客委会最近成立了一个小朋友专属的卡通网站，让小朋友在看卡通节目的同时，学会说客家话。齐天大圣孙悟空准备大闹天宫。看看中国民间故事牛郎和织女如何相會。我這隻檢驗出嚟到嘅天牛仔老正蛇嘅故事，你抽得任何嘅識別嘅牛郎講戲哦。不管是皮影戲還是黏土動畫，所有的演出都是客語配音。卡通片都會講客嘅時間，佢自然語言因為卡通節目嘅特色，佢願意佢自然語言都會學客，所以無形中都會學客化。你用乜嘅用書啊？用熱瓜，啲橋啊，用木啱講落嚟。充实活泼，老少咸宜，是这个客家网站最大的特色。未来客委会将会设计更多的卡通节目，让大小朋友在轻松中学客语。民视新闻何乃强、陈小青台北报道。30岁的客家女子彭月春，不仅出了7张客语专辑，还身兼电台节目的主持人，让人印象深刻。温柔嗓音，逗趣内容，电台主持人彭月春开始她的客语节目。中共客家片頭歡迎鄉親朋友來錯了，在每禮拜一到8點下晝到5點到7點嘅新鮮生活派。廣播是還有軍訓，因為聽眾朋友在空中嘅時間咧，佢聽到嘅聲音講，哎呦，演出嘅聲音係按定音寫嘅啦，按有進行按快樂。天氣相同，永遠永遠係朋友，也是新朋友。客家歌也是彭月春最拿手的才艺。6年来，她出了7张专辑，每次发片都有不同的感受。以前出嘅2種專輯大部分係屬於2種抒情歌啦，是講下男女朋友2種哀怨嘅歌曲。不過爆妹出嚟2幾種歌路也有都有嘅改變，比如講下輕快啲嘅，下歡喜啲嘅。身兼2職的彭月春，演戲是她下個目標。她說，向不同領域挑戰是她人生中最快樂的事。民視新聞何乃強、陳小青台北報道。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今天正式發表台灣南部客家8音計時系列的有聲書，代表傳統客家樂器合奏的客家8音跟客家人生活息息相關。这套台湾南部客家8音計時的系列有聲書，將客家人在音樂方面南部與北部的不同，相當清楚地記載出來。你客家8音，咁樣為客家人服務，希望幫助客家人服務，叫做客家人愛呢個儀式哈，而進行當中呢，一定要請來客家8音來做。以前都厲害，客家8音係留下來青島這個曲目，過呢啲你客家8音唱冇唱嘅可能人那樣，可能人呢。記錄青島像南竿北竿客家8音呢記錄嘅較少。除此之外，來自屏東的賴朝才牧師更當場表演一段排灣族的雙排笛。不管是南部的客家音樂，還是原住民的排灣族口笛，在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的推動下，民間傳統藝術保存與採集都相當難能可貴。民視新聞古正陽、於啟成台北報道。